我咁講，呢個係珠海市香洲區最抵買嘅樓盤啊！開盤現場火爆到好似2019年咁啊，排晒隊去搶房哈！咁佢係一個3層式嘅立體式花園啊！我哋依家喺2樓嘅位置，有無邊際泳池噶啦。咁我哋負1樓呢，又有嗰個會所啦、恒溫泳池、健身房啦啊！咁每一戶都配有一個9平方嘅無人機停機坪啊！宏廳嘅設計啊，呢個入證係142個平方嘅4+1啊宏廳。咁我哋每一戶咧都有個獨立嘅空間入嚟嘅，咁收納櫃啦、背景牆啦、空調啦，全部都係交標嚟噶啦。小區咧帶有高端嘅會所，咁我哋小區咧仲有業主嘅洗車區啦，業主儲物櫃等一啲側邊冇嘅配套嘅。咁小區側邊咧配埋社區公園啦、養老服務啦、小學幼兒園啦，全部都配晒噶啦。仲有華發嘅一個商業嘅。咁我哋揸車返老香洲、新香洲咧10分鐘嘅車程嘅啫，有興趣嘅街坊，下方留言啦。